家好，欢迎大家今日来到好好运通。今日呢，当欢喜好来到来老大家共下来运通哦哈。运通有乜嘅好处呢？运通嘅好处当多啊哈。运通呢，做得让人呢身体变得当健康，各位呢心情变得当好哈。来，故说呢，你下电视机前面呢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实咯，夹老爷等呢。 放到旁边去，佢夹起来，冇做到嘅食东西嘅，哈，夹哦，哈，起放起来哦，哈，起放起来嘛，夹哦，哈，然後向下來運動咯，哈，然後讓腳打開來哦，好，各位呢，先起張來哦，咁樣嘅起張呢，抬頭挺胸來，老師咁樣哦，咁樣嘅乜嘅很多抬頭挺胸，做係啊，提着，讓肚子豎起來，有冇？有豎得冇？有哈。 各位呢，師傅一樣夾起，要夾起嘛，等下咁樣哦，夾哦，等下咁樣哦，做唔到肚子按太窄哦，哈，等下肚子豎起來，各位師傅，夾起來哦，有冇？有哪下咁樣嘛？有哈，有誒做開始運動啦，哈，等下腳打開來，好，肩頭嘅運動當簡單來，等下右邊上嘅肩頭來，到上面哦，好，變下來，各位呢，做夾哦，變上來哦，哈。 變下去，來哦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嘿，唔是挺用力哈，強嘅到上面去做好嘅哦，好，來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當好哦，加油哦，做唔得要停下來哦，哈，嘿，做4刀做好哦，哈，來咯，第2刀哦，做來哦，第3刀哦，當好哦。 第4刀，好，右邊上做起來，往左邊上來了，好，來，第一刀，1、2、3、4，第2刀哦，當好哦，做來哦，第3刀，第4刀，第5刀，當好哦，第6刀，做2刀就好誒，哈，來，前後一刀。 你還有知道人家肩頭要較好一些嘛？唔過你爭第一隻動作哦，唔可以要做嘅要去旁邊撩嘅哦，哈，夾哦，夾轉來哦，起好來哦，哈。第一隻動作呢，右邊左邊做起來係嘛？你還有兩邊向下，兩邊嘅肩頭人係向右，嚟變上來，好，變下來，做嚟上去，下來，當好哦，做嚟上去，下來，過來哦，上去，下來。 做咯，上去，下來，上去，做體以後呢，你就只會知道人家肩頭變到動輕鬆哦，好，來，上去，變下來，上去，變下來，做2刀做好，上去，變下來，上去，變下來，有較好嘛？但係右邊、左邊，你下兩邊向下係嘛？各位你下有一些些的難哦，兩邊搞穩定做哦，好，來，右邊。 各位左邊，各位右邊，各位左邊，當好哦，來右邊，左邊，嘿，右邊，左邊，有冇？有哪個強有冇？左邊，做來哦，右邊，左邊，做一刀哦，右邊，左邊，好，家下老師教嘅係慢的哦，然後夾一些些的哦，一些些的哦，停到我嘅腳步哦，哈，來咯。 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當好哦，繼續做哦，唔好因為佢有一些嘅順你就變下來哦，哈，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加油哦，從4刀做好，好嘛？來，1刀，等下強下哦，2刀，做2刀做好，3刀，第4刀哦。 做起來呢，有冇？係咪一下就做起來哈？家下右邊、左邊兩邊，有冇？你下教一隻前後教嘅哦，哈，比家下下後教嘅動作哦，哈。你下讓人家手叉腰，讓人家右邊嘅肩膀哦，到前面去，不用再來，左邊，不用再來，前面，不用再來，左邊，不用再來，右邊。 不用轉來，左邊不用轉來，好，但大家提醒一下哈，做2隻動作嘅時間當重要啊，有人話右邊、左邊、右邊扭上扭下有冇？好，你下半部慢愛停堂，好，數叉腰啊，好，來
右片竖正来，左片竖正来，右片竖正来。嘿，听听我哋老师向下做哦哈，右片竖正来，左片竖正来，右片竖正来。我卡脚一时嚟做得嘛，哈，卡脚一时嚟準備好嘛？我卡腳到位咯，來了，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右片左片，做得嘛？有聽到我嘅腳步嘛？嘿嘿，有冇會懂無痕嘛？有嘛？好，右片啦，右片左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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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片。哦，做好了，有冇有懂好教嘛？你還要卡腳一時咧哦，你有看到人家乜嘅拉丁舞嘛？有搖肩膀嘅嘛？嚟點樣教大家做呢？就動作懂好教啊！哈，你睇兩牙豎起來，做唔得按歌哦，嘛做唔得按帶哦，按樣啊，按兩牙肩頭向樣平哦，平哦，哈，嚟兩牙右向樣哦，右邊的肩膀前面豎正來，左片豎正來。右片豎正來，左片，然後哦，來右片豎正來，左片豎正來，右片豎正來，有冇？我成樣嘛，唔會啦哈，加油哦，做來哦，右片豎正來，左片做一道就好，好，來手邊下來，放鬆一下，有啊，好，家下呢係分解慢的哦，你下真緊哦。最高潮哦，前後教的哦，好，來藍牙樹拿起來，好，我前面搖一搖，後背搖的哦，好，來，開始了，來，前後，我開始了，加油哦，卡腳到位哦，來，搖，有冇有搖起來？唔係很全身搖啦，好，唔係安尼啦，係肩頭搖啦，有冇？做一道哦，哈，來，做先做慢的四道之後，來，1、2、3、4，開始咯！有嘛？有搖起來嘛？好教嘛？當好教係嘛？好，做開始哦！有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不用放，吹啊，放鬆一下哈，好教嘛？好教係嘛？好教做了一道好嘛？好嚟，數打開來，兩牙肩頭向陽啊，哈，唔好按呢，肩頭唔好走上來哦，不要下去，好，做來咯，4到慢呢就開始搖咯，好嘛？來，前面後背。前面第3道啊，第3道不要站來，第4道開始搖咯，搖，卡腳到位，加油，做唔得停下來比賽哦哈，看老師卡強也係唔卡強哦哈，來開始，加油，慢啲，好，加油，好休息，好來吹啊。有嘛？當好教係嘛？嚇到啊！唔好做啲老太家講，我咪會搖啊！唔係講天使蛋糕嘅人真會搖啊！嗬，太家咪會做啲兩隻動作啊！嗬，嚟，但係今日呢要教按到嘅肩頭嘅動作，唔知要記得冇？有冇？有哈！嚟，第4隻動作呢，前後一張呢，兩牙肩頭，它舒緩到嘅，按樣嘅舒緩呢，嚟兩牙豎，不要兩牙肩頭，慢慢地按呢。到後背按嚟，然後一鉗轉來，佢就都得舒緩牙肩頭咯，哈！嚟第2道，太鉗到位哦，第3道，第4道，有冇？要嚟開來嘛？做來哦，做4道做好啊，哈！嚟做太鉗到位哦，前後呢，好，前後一鉗哦，當好，好，個啲轉來啊，哈！第1道。太鉗到位哦，第2道，這太鉗到位，老師比賽哦，第4鉗，做4道，就休息好嘛，來第5道，加油哦，第6道，第7道，前後一道好嘛，有嘛？牙肩頭係咪較爽快嘅呢？唔好按嚟硬像石頭咁樣係嘛？嗱，今日要教大家按到嘅動作呢，然後老大家複習一下，唔好大家做嘅又唔記得啦嗬，唔做得老師咁樣，日日做，一系列，牙身體就會變到當健康。還記得第1隻動作嘛？當簡單嘅一隻肩頭向下做係嘛？來哦，來右片上。當好哦，做嘅繼續來哦，好，
第3度，第4度，等好啊，5、6，唔好做在老师向下哦，7，还有半片咯，开始，1、2，等好哦，3、4、5、6，等好哦，7。各位听一下係嘛？2隻鏡頭向下係嘛？1、2，等好哦，3、4，做唔嚟走體咯，我等下向下走哦，哈，加油哦！唔好按腳就放棄嘅哦，哈，7、8，等好哦，走2度。好，我右左交換咯，哈，來右左，好，交換哦，加油哦！較腳地位好冇？來，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不強強冇？唔會啦，哈，加油啊！來啊！等好，等好，加油加油！肚絲啊，個肚絲又走出來了，腳腳啊，數轉意哦。等好，等好，繼續。加油哦！1、2，前後2度就休息好冇？3、4，各位。前後一隻動作係乜嘅？數打開嚟係冇？係腰間嘅動作嘛，係嘛？好，先做4度慢呢，各位就開始卡腳地位哦。好，來哦，開始啦！1、2、3、4，開始咯！有，唔好停咯，腳腳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休息。啊，要動開嘛？哦，做唔嚟動開要按嚟哦，哈，肚子按樣啊，收起來啦，哈，數打開嚟，同樣哦，慢呢4度，各位就變腳了，好啦，1、2、3、4，開始搖咯，搖，唔好休息啦，腳腳放熱啦，然後向下來啦，搖，加油，下半段啊，個腳唔好見停堂啦，慢人嘅腳見停堂，加油，走嚟，休息，好冇，好教冇，當好教，日要練習咯，哈，好兩下呢，然後牙數拿起來。按樣啊，卡舒緩掉嘅，好冇？你1拳、2拳、3拳、4拳哦，好，來，你拳呢？然後牙肩頭放鬆，等好哦，各位配合呼吸好冇？吸氣，各位嘅嘴啊打開來，我都吐氣啦，哈，吸氣，吐氣，做2度哦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好，走到前面哦。來前面哦，哈，聽一度，太前地位，3、4，我做體咯，一天做乜個動作啊？運動體一天來做舒緩的運動，安尼啊，哈，然後肌肉這樣做得放鬆哦，哈，唔好做嘅，家下看到你係做過嘅動作，你要走體嚟哦，哈，仲有哦，等下向下走哦，做4度哦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不用鬆，有嘛？牙肩頭係咪當舒緩、當爽快啊？哈，係哦，做運動就係安尼哦，日做，各位日做一時咧，莫一下做多，今日做，天公日要休息，安尼就會冇效果哈。一天日做，各位今日呢搞個肩頭嘅運動啊，哈，做得呢本牙肩頭較舒緩，好，較爽快。各位唔做得日啊，留聲日呢啊，嗬，嗱大家向下來做安尼運動哦，當好哦，嗬，還記得個腰間嘅動作冇？個當好教係冇？好，你做得搞大家向下做哦，問題啊，你做嘅時間要記得咯，個肚子做得走出來冇？做唔得咩？嗬，各位個師傅啦，做得走出來冇？做唔得對嘛？肚子要豎起來，師傅要夾起來。哦，因為呢，我會講啊，嗬，唔記得做呢，唔知按樣嚟做，嗰種人做嚟呼吸，前後一隻動作，做得人就休息啦，好冇？嘿，做得冇？做得啦，嗬，數打開來，當簡單，4度慢呢就較腳地位哦，嗬，做嘅咧，兩胸部啊就會變到較強哦，有冇？好來哦，1、2、3、4，較腳地位，有冇？放鬆，做得冇？前後一度，我休息咯。前後一度，加油哦，做唔嚟走體咯。好來啊，1、2、3、4，較腳地位，好，前後一度誒，做較腳地哦，唔好停頓哦。來，加油，好，不用輕鬆。
有冇？今日老師帶着你複習動多多，係冇？故說你做唔得，唔記得咯。好，今日呢10分歡喜呢，然後大家共下來運動，記得咯。大家一定要記得，人人就愛運動哦。好，運動身體就會變得當健康，心情也會變好啊。好，今日做多兩片咯，送多兩片咯。下週呢，將教大家冇強樣嘅動作，好冇？好，今日就搞多兩片咯，再見，拜拜。